Hello，今條片同大家去分享下合夥做生意。做生意主要我哋要睇兩樣東西，第一就係財，第二就決策權。如果要同其他人合夥做生意，需要注意以下嘅幾點。首先，要睇一睇你自己嘅運程係咪會破財，如果唔會，就可以作為決策者進行合作。第二，要觀察合作夥伴嘅運勢，確保你嘅拍檔冇出現破財嘅跡象。如果對方出現破財，就唔好考慮同佢合作啦，因為對方好大可能會扯你後腿。第三，如果合作夥伴財運良好，而你自己出現破財嘅情況，就需要謹慎地去考慮合作事宜。可以，但係你必須要服從對方嘅所有決策。如果喺呢個基礎上面，你一樣都可以賺到錢。其實呢一個就係我所講嘅改運之道，即係黐住好運勢嘅人向前行。第四，如果雙方財運都好好，咁樣所有嘅決策權你哋都可以有商有量，邊個做主都冇所謂，你哋先至係最佳嘅拍檔。所以無論係合夥定係自己創業做生意，財運一定要旺。拜拜。